好多人都會話，我唔需要崇拜任何人，我跟隨自己嘅想法。但我哋不如停一停，諗清楚，你嘅自我唔係中立，佢係受慾望、恐懼、壓力、情緒影響。所以所謂跟隨自己，其實係跟隨當下覺得舒服嘅感覺。但感覺會變，慾望會互相矛盾。如果慾望係你嘅指南，你只會不停追隨舒服嘅感覺，或者追隨地位，或者追隨別人嘅認同。但你嘅內心仍然會覺得空虛，因為慾望從來都唔會話夠啦。伊斯蘭教唔會阻止你思考同渴望，佢只係會問一個更深層嘅問題。佢問一個不停改變嘅自我，可唔可以主宰你嘅人生？伊斯蘭教俾到你一啲慾望永遠都俾唔到你嘅嘢，一個堅定嘅人生目標，一個穩定嘅人生方向，一啲相比起唔完美嘅自我更加宏大嘅嘢。呢樣唔係叫控制，而係清晰。